我記唔記得今日報咗名參加2點個演出添噶？但係個時間撞咗喎，乜家姐你咁論盡都有噶？係高馬先生，冇錯啦，只要同佢商量下改時間咁咪得咯。最近天氣真係好熱啊，高馬牙佬下。你做乜着成咁噶？因為我想有種放覺嘅感覺咯。係啊，我哋今日嘅演出係叫做心跳加快夏日泳裝造型演唱會，記得照標題咁樣着泳衣出場啊！你自己本身有冇泳衣噶？我有呢套泳衣就得噶啦。呢套睇落幾靚喎！嘿，係咪傻噶？你諗住着件咁嘅泳衣去星光樂園啊？吓！你到底要我玩你幾多次啊，蠢材！我今日要睇到一場有質素、有水準嘅演出啊！你同我好好的打斷佢，知唔知道啊，高馬？不過話時話，演出時間時間下晝2點鐘，你千祈唔好遲到啊！如果你夠膽好似以前咁樣遲到嘅話，係咁你呢一世都注定要有冇高馬特製嘅變屍橙汁啊，高馬！咁一陣點算啊？既然係咁，你都係放棄游水啦。啊？咁就梗係唔可以啦，因為我同萊恩約好咗噶嘛，而且佢嗰張星光票卡又冇咗。立立，你有星光票卡咩？唔止啊，我仲未同萊恩講清楚關於星光樂園嘅事噶。立立，就算係咁，但係佢對我都係咁好，呢件事我唔想再瞞住萊恩啦。就咁啦，我決定將所有嘢都話晒俾萊恩知。等萊恩明白我嘅處境之後，我先再過去星光樂園。係咁，你真係決定兩邊都去啊？係啦，家姐，你記住唔好着咗學校嗰套泳衣去泳池啊！有好多肥學童先生啊，我最中意就係佢啦，爸爸。哦，立立，你記得唔好去啲深水嘅地方啊！係。